創世記第49章。雅各把他的兒子們叫來，說：你們要聚集攏來，我好把你們日後所要遇見的事告訴你們。雅各的兒子們，你們要集合來聽，聽你們父親以色列的話。ruben啊，你是我的長子，我強壯時的初生子，我的精力，崇高超越，權力超越。但是沸騰橫溢如水，你必不能得超越，因為你上了你父親的床，就給玷污了。我的鋪蓋你上去了。西緬和利未是弟兄，他們的刀劍是強暴之器械。我的心啊，不要進入他們的議會；我的肝腸啊，不要參加他們的集團，因為他們氣憤憤地殺人，任意砍斷牛腿大筋。他們的憤怒可咒詛，因為很猛烈；他們的暴怒可咒詛，因為很嚴厲。我必使他們分居於雅各家，使他們散住在以色列。猶大啊，你弟兄們必稱讚你，你的手必掐住你仇敵的脖子，你父親的兒子們必向你下拜。猶大是個小獅子，我兒啊，你找了所找到的，便上山穴去。他屈膝伏着，像公獅，像母獅，誰敢惹他呢？權柄之杖必不離開猶大，指揮之棍必不離開他兩腿之間，直到屬他的那位來到，萬族之民都歸順他。猶大把驢駒拴在葡萄樹旁，把母驢的崽子拴在上好的葡萄樹旁。他在酒中洗淨服裝，在血紅葡萄汁中洗了袍褂。他的眼睛必因酒而發昏，他的牙齒必因奶子而白亮。西布倫必在沿海地帶居住，他必成為停船之地帶，他的極邊必延到西頓。以薩迦是骨骼粗大之驢，躺在羊圈之間。他看安居為美好，以土地為可喜悅，便屈肩背重，成了苦工奴隸。但必為他人民新權利，做以色列一個族派。但必做道路上的蛇，路徑上的角蛇，咬傷馬的腳後跟，以致騎馬的向後墜落。永恆主啊，我向來切候着你的拯救。論迦得，一群追逼者必追逼他，但他必追逼他們的腳跟。論亞設，他的食物必定肥甘，他必預備出君王爽口之物。拿弗他利是枝幹伸展的督耨香樹，他伸出美麗的樹頂。約瑟是母牛的崽子，在水泉旁的母牛崽子。他的女兒踏步在舒爾曠野，弓箭手苦害他，向他射箭，懷恨逼迫他。但他的弓仍然堅硬，他的手臂強健敏捷。這是因為雅各之大能者的手，以色列的牧者
以色列的石頭是從哪裏而出的？因着你父親的上帝，他必幫助你；因着全能的上帝，他必賜福與你，必將上面來的天福，將伏於地底下的心存之福，將胸部胎生之福都賜給你。你父親所祝的福大有能力，勝過遠古之山，所施的福和永遠之光靈可愛之物。願這些福降在約瑟頭上，到那在弟兄中做王子者的頭頂上。便雅憫是施行抓掠的豺狼，早晨吃所掠奪的，晚上分所擄獲的。這一切是以色列的族派，一共12個。這也是他們父親對他們所說的話，給他們所祝的福。他是按着個人的福分給他們祝福的。我又囑咐他們說，我將要被收斂歸我先族人了。你們要將我埋葬在赫人以弗倫田地間的洞裏，和我祖我父在一起，就是在迦南地萬利東面麥比拉田地間的洞。那洞和田地是亞伯拉罕向赫人以弗倫買來做業產為墳地的。他們埋葬了亞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，就是在那裏；埋葬了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，是在那裏；我埋葬了利亞，也是在那裏。那塊田地和田地間的洞，是向赫人買的。雅各對他的眾子吩咐完了，就把腳收在床上，氣絕而死，被收斂歸他先族人。註腳1、2第3節。崇高，或譯高傲、權力，或譯憤怒。3第4節。你傳統作他字。4第6節。肝腸傳統作榮耀，此字母音亦可點作肝字。5第8節。稱讚與猶大一詞同一字根。6第9節。便上山穴去，或譯而長大起來。7第10節。兩腿希伯來文作腳，撒瑪利亞古卷作大旗。8直到屬他的那位來到，或譯直等國度屬他的那一位來到。9、19、20節。他們的腳跟論亞設，傳統作腳跟，從亞設出。10第21節。枝幹伸展的督牛香樹，它伸出美麗的樹頂，傳統作得釋放的母鹿，它出嘉美的話。11第22節。本節或譯約瑟是多結果子的枝子，是水泉旁多結果子的枝子，它的枝條探出牆外。12第24節。以色列的牧者，以色列的石頭
是從哪裏而出的？有古卷作，因着以色列的牧者，以色列的石頭的名。13第26節。你父親所祝的福，大有能力，勝過遠古之山。經典串翻譯的，參考《申命記》33章15節。14王子者，或譯迥別之人。